这就是咱正出名叫做拿捏，拿捏。这部分啊，听讲伫咧三峡做真济。三峡做真济，伊这个起头为什么是伫咧三峡开始做这个拿捏的这个产业的？因为早期咱这个三峡这个山区拄啊上适合就是咱做拿捏这个植物。这个植物就是咱主要讲的这个大青，然后咱讲马兰啥拢是。这个植物伫咱遮拄啊，爱有留有水边，搁留有热影，就是讲爱留伫咧树仔骹，小留安尼晒会着，较淡袂使日头直接晒。其实伫咧咱台北这规个盆地边啊，拢会足适合种。咱三角影早期就是拄啊伫咧咱这个水边，咱泥布上吊。咱种植物已经有啊，过来慢慢技术入来，所以想讲差不多伫咧咱的道光年间差不多120年左右都做迄个生意的人汪天这个人，伊就来咱遮开始去种这个大青，种好咱开始啥？咱早期无开始生意咱就从种好开始做好迄个做蓝泥蓝靛迄个。敢像咱安尼个迄个泥料，泥料呢才卖过去咱即卖迄个，比如厦门啦、福州啦、上海啥，慢慢卖了后，咱感觉我安尼卖赚较无钱啊，所以我就开始怎么样卖物件，我空船倒转来，我想说再倒转，我就将布再倒来遮，开始就来做泥布的部分，所以过来唔知跟咱才有开始就来去捏，慢慢捏了后，咱就开始。除了会当出口，佫会当单去开始往咱的新竹啦，是桃园啥这个方面去卖。所以咱这个泥布，咱拄仔讲的青出于蓝，咱早期讲的这，所以咱用这个部分，你看你像我拄则来拄仔从看到早的这个植物咯，叶我拄仔留落，我手安尼小啊扫扫，手你看开始就说拿，所以表示这个植物。所以咱的自然的这植物咱其实拢会当落来捏，甚至矿物啥拢会当捏。不过唯独就这个植物伊的黏度足好的。所以咱伫古早就足侪人开始拢用安尼来捏。所以你看，尤其咱甲上尾啊有伫穿的，就是伫咧大较挖山区的这客家人。所以咱讲有客家南山三会有啊，因定伫做。其古早咱伫捏当阵，因为伊的这个效足好诶，咱为着要互伊啥，除了安尼过来就是啥，因为咱是天然的物件，佮捏起来会较健康，爱布会较厚身，所以咱啊安尼捏好了，这个布穿起来感觉要用咱即嘛讲对耐用，佮有健康，所以这个物件过来啥，佮好赚，所以咱三角影老家伫咧早期来讲，只要若来咱遮做事的要趁钱这头家，伊拢都是啥，拢落去做泥布这个行业。所以咱若开始要做这个植物的当阵佫足重要的一定爱伫咧透早咱差不多露水拄啊开始慢慢未完全干，咱就开始爱去刮。你若家己我较伤过晚去刮你就会像着咱即嘛，我早起去刮到即嘛，你看连连打，安尼迄个植物咱要去做效果就无遐好啊。所以咱上重拄爱有啥，爱有迄个水啊。所以咱泥布捏好，拄啊去溪边爱洗，洗好拄啊咱溪布佫拄啊通落去皮搭，皮好咱拢清理好了后，拄啊咱早期咱遮上重拄啊啦，咱有落去。挖大汉溪，所以咱要出口啥，咱的船呢，佫拄啊上里边，所以咱就通直接挖顺流落去，就通卖出去外口。所以咱三角影迄人会遐热热，伫咧咱老家遐有真侪遮的头人，拢要去做。上早就是做泥布是安尼来。